后来过来乡亲啊，大早日咱有报过这条新闻：云林岛南一间电脑公司的铁皮仓库火烧厝，这个浓烟是窜到隔壁2户，其中有1户是住公孙啊，3地人一口罩有7个人。这个11岁查甫孙，和这个浓烟砸一个正严重，第一时间就往生了。阿公阿嬷甲一个查某孙啊送病院来抢救。 结果70岁阿公嘛，伫个昨过往了。受到重伤的这个10岁查某孙，搁伫个病院咧观察。伊伫个火烧厝的前一天才参加画图比赛，主办单位专工颁一个特别奖予伊，替伊来祈祷，希望伊会当赶紧来脱离险境。 70透早，云林岛南的铁片仓库火灾，火势真大，浓烟向边仔透天厝传过去。透天厝虽然无烧着，但是浓烟致死一家伙3代7个人，一个11岁查甫囡仔死亡，10岁妹妹阿嬷，还有70岁阿公，一开始失去意识，后来有救回来，但是70岁阿公最后嘛是不幸死亡，因为受真济浓烟。阿公的部分是在跟阿嬷见了面之后。 也往生了。社会处讲会帮忙这家伙仔渡过难关，同时嘛去互浓烟砸到急救当中的10岁妹妹，目前还搁伫病院。伊伫火灾进前1天参加当地庙司所举办的全国的画图比赛，伊画一个莲花池，内底做侪莲花，还搁有青色的叶仔，做侪鱼仔游来游去。水池中还搁有一只当咧喷水的鲢鱼造景。 它的线条看起来，我们就知道哦，它相当的很开朗活泼。无想到讲参加比赛隔两天，妹妹就因为火灾受到重伤。主办单位要予伊一个特别奖，现场参加的人嘛做伙祈福，希望妹妹会当平安健康的大汉。